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喺呢一個政改風雲啊，或者政改嘅角力裏邊咧，民主派就真係進退失據。民主派裏邊嘅民主黨就更加係即係左右之說，完全都唔知佢想點。嗱，喺舊年即係年底嗰個佔領運動完咗之後，咁啊呢個民主黨嘅前主席啊，咁啊亦都係呢個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咧，就宣布佢會辭職啊，然後搞公投咁。但係個辭職公投嘅時機咧，就係政改表決後咁大家都拗晒頭係嘛？咁後來又一説就話啊，不如喺政改表決前做啦咁。政改表決前做已經嚟唔切啦，大佬。因為呢個所謂辭職公投嘅意思係咩咧？2010年嗰個5區公投就係咁樣嘅，就5個地方選區係咪？港島、九龍西、九龍東、新界東、新界西，每個區有一個議員辭職，跟住咧按照法例你就要進行補選。咁喺補選期間咧，公民黨同埋社民連就提出一個2012雙普選嘅議題，就俾大家去投票。咁其實咧，政府就話啊，呢個係補選嚟嘅啫，因為個位缺咗有人辭職，咁你咪要去補選咯。咁補選呢一個就叫做變相公投啦。喺反對派嚟講，嗱，喂，咁你可以投票，我議題好簡單嘅啫，你選翻我入去，就代表你支持呢個2012雙普選，就咁簡單啫嘛。咁結果咧，民主黨就抽後腿，係嘛？唔參加呢個所謂變相公投，係嘛？咁啊，建制派就梗係杯葛啦，係咪？咁於是咧，令到呢一個所謂2010年5月16日啊，即係眨下眼，而家講緊即係又5年啦，係嘛？2010年嘅516，係嘛？呢一個所謂變相公投就得17% 嘅投票率。50幾萬人都投票，咁大家就認為佢失敗啦，係咪？咁嗰個就5個區啊，用呢一種方式叫做變相公投。你民主黨嗰陣時就拍台拍凳反對，點可以辭職啊？係咪？我選舉政綱都冇叫我辭職嘅，咁係嘛？亦都冇叫我搞公投咁。好啦，咁你就批判呢個5區公投，跟住你就中聯辦入邊就密室談判，跟住提出呢個區議會方案。嗱，大家不可不知呢個區議會方案咧，係喺呢個所謂2004年人大釋法嗰個基礎上邊，咁即係按照基本法，同埋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嗰個框架底下，你係民主黨提出嚟嘅區議會方案，係咪？咁結果咧，2010年嘅政改方案通過咗，就變成2012年咧嗰個特首選舉仍然係小圈子選舉，跟住咧立法會就增加10個議席，5個功能組別入5個地方直選，5個功能組別咧就用呢個區議會議員去參選，要得到15個區議員聯署提名，跟住俾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呢個所謂香港選民一人一票咧，就係扣除咗傳統23萬嘅功能組別選民。咁呢個咧就叫超級區議會啦，所謂俗稱係嘛？呢個係你民主黨提出嚟嘅，佢係冇違反基本法，又服膺喺呢個人大常委會決定底下嘅。今天你話反對831係嘛？咁831咪又係基本法同人大常委會決定係咪？咁呢個我哋唔講。好啦，你而家搞公投，所為何事咧？理論上咪應該表決政改之前，將呢個公投嘅結果作為嗰個政改，你係否決啦定贊成嘅依據啊嘛，係咪？咁大家都可以睇咯。到時如果公投嘅結果，所謂變相公投嘅結果，你辭職公投，咁係贊成呢個即係袋住先嘅咁你係咪要支持呢個政改咧？咁又要講明喎呢啲。咁你好啦，喺表決政改之前，你唔搞呢個辭職公投就係咪你擔心？喂，到時輸咗點算先？係嘛？咁你就擺明個局要輸打贏要啦，係咪？咁人哋會覺得咁樣噶嘛？咁啊唔搞。咁好啦，你表決政改之前唔搞呢個辭職公投，表決政改之後，無論通過或者否決，你搞嗰個公投嘅意義喺邊度咧？請問係嘛？咁所以當時大家就質疑呢樣嘢咯，係咪？咁當然啦，大家都知道何俊仁有個花名叫鐵頭人啊嘛，就當年俾人卜穿頭，係嘛？
咁另外跟住咧就喺呢個立法會度睇 AV， 咁其實嗰個都唔係叫 AV 啦，係咪？你睇啲靚女啫，係咪？即係 AV 就係成人電影啊，大佬簡稱係叫 AV 啊，係嘛？咁有個花名叫 AV 人，莫非佢又想加多個花名叫做即係呢個公投人？咁但係呢個願望似乎就已經係冇辦法實現啦。上個禮拜咧，一個所謂五方平台啊，呢個五方平台咧就係舊年9月至12月期間呢個佔領運動啊，咁泛民主派就搞咗個五方平台，五方平台就包括一方咧就係呢個學聯，一方就係學民思潮，一方咧就佔中三子，另外一方咧就係泛民主派呢啲立法會議員，再嚟一方咧就係嗰啲民間團體，咁哇呢個係一個大團結啦，犀利啊，係嘛？呢個五方平台喺上個禮拜啊，即係傾咧就話喂呢個何俊仁辭職，跟住引發補選變成呢個變相公投咁啊，跟住呢一個做法咧，佢哋就覺得唔贊成啦。咁於是咧，何俊仁就延遲呢個辭職公投，咁有個咁嘅講法。咁何俊仁就行出嚟講啦，佢個講法好妙嘅嚇，即係話咧延遲啫。咁如果呢個五方平台贊成，同埋經過佢民主黨嘅黨大會通過之後咧，咁佢都係可能會辭職，然後引發呢個補選變相公投咁樣嘅。咁即係話咧，將呢個辭職公投延遲至否決方案先至討論，就唔係延遲至個方案被否決之後就進行。嗱，呢啲就全部都喺度玩文字遊戲嘅，係咪？當初你係大大聲行出嚟要辭職公投，係嘛？又要否決政改，跟住而家你就話，喂，要否決政改之後，咁我再去即係辭唔辭職咧，搞唔搞公投咧，就可以討論咁。即係民主黨呢種所謂左右之絕，即係我哋覺得真係非常之奇怪。一個民主派嘅即係龍頭政黨，過去曾經一段時間啊，當然而家立法會咧就得6個議席嘅啫。95年咧，民主黨立法局有19個議席，嗰陣時係60席，佢有19個議席。而家成個立法會有70席，佢係得6個議席，仲有其中2個就因為佢哋提區議會方案，為自己度身訂造，係咪？呢個區議會方案咧，即係呢個區議會新增功能組別，即叫做區議會功能組別2咧，就係參選嘅人一定係要係區議員，仲要得到15個區議員嘅連署，因為門檻都算高啊，大佬。咁你話有幾多個黨喺區議會裏邊有超過15個議員咧？民主黨、民建聯、工聯會、民協，咁結果咧5個新增嘅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組別2嘅呢個5個議席咧，就俾呢5個係咪？即係俾我頭先數呢幾個喺區議會有超過15個議員嘅呢啲政治組織啊所包辦，係咪？工聯會就陳婉嫻，民建聯就李慧瓊，民主黨就係何俊仁、涂謹申，民協就係馮檢基。喂，你係幫呢啲有區議員超過15個嘅政治組織去度身訂造噶嘛？今天你就喺度反對呢一個所謂篩選，喂，你呢個唔係篩選咩？係咪？所以你話佢進退失據、左右之絕，呢個係完全係一個好恰當嘅評論。當然呢個我哋已經係比較含蓄啲噶啦，係咪？我哋喺第啲場合直情係臭罵佢添啦，係咪？喂，你自己搞呢啲咁嘅嘢，你雙重標準嘛？當初你反對5區公投，而家你話搞辭職公投，跟住你又喺否決政改之後，而家又講到否決政改之後咧，就唔係真係辭職嘅，要先經過5方平台討論，係嘛？跟住再呢個民主黨嘅黨大會啊，再去通過先至得咁。啊，咁佢仲講話預計喺7、8月咧就可以進行㗎啦咁。嗱，呢個就係即係呢個辭職公投嘅笑話。另外一樣咧就係、你而家關於嗰個政改方案，成個民主黨本身就分崩離析啦，已經係。喂，你黃成智行出嚟話要支持袋住先，係咪？要收貨。呢個狄志遠亦都同啲建制派一齊揸住嗰個2017一定要得嗰個牌，嚟幫政府宣傳呢一個袋住先。咁嗰啲係咪民主黨嘅人先？係啊嘛，有啲係中委嚟嘅添啊，係咪？
好啦，其他仲有一個羅致光寫信俾全體呢個即係俾呢個寫信俾呢個民主黨嘅中委啦，係咪？咁就話俾佢聽，喂，袋住先，就算袋一世啊，即係都可能等即係反駁呢個袋住先等於袋一世啦。咁但係亦都認為，喂，呢個可能就算你袋一世都唔代表袋永世咁。咁啊，羅致光就好明顯就係贊成呢個袋住先啦。好啦，咁而家啲強硬派咧就係劉慧卿為首，咁啊何俊仁繼續，我哋係要否決政改方案，咁你去解咗話先啦。咁有啲人話，喂，要用民主程序喺民主黨黨內開大會投票啦。咁我想問，如果投票你輸咗，咁點咧？你嗰啲反對政改嗰啲輸咗嘅，咁你係咪真係投贊成票咧？成個民主黨係嘛？咁定係有啲人走去退黨嘅嗱？呢個亦都係而家民主黨面臨嘅問題，係嘛？你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咧？所以成個政改嘅角力咧，即係我當初都講過，而家係民意角力嘅階段啊嘛，大家各出奇謀，係嘛？政府就梗㗎啦，佢按照佢嘅既定程序嚟做嘅啫，係嘛？咁啊不斷落街去宣傳，係嘛？即係所有啲嘢啊，同當年即係呢個曾蔭權時代去推銷政改都其實都冇乜大嘅分別嘅，係咪？咁你泛民嗰個回應？即係我頭先都提到係進退失據，而呢個民主黨咧直情係左右之絕，都唔知點算好，係咪？嗱，呢個辭職公投而家又唔搞啦。當初你提出搞辭職公投，我哋都覺得係個笑話嚟嘅，係咪？鬧劇，口水講嘅啫，係咪？打嘴炮。好啦，而家你呢一個所謂政改，你擺出嚟嗰個格局，所有呢啲頭面人物就話一定嗱，當然至少就包括你立法會6個議員啦。就一定否決呢個政改，但係你民主黨裏邊其他嗰啲啊，包括狄志遠、黃成智係嘛，甚至乎呢一個羅致光啊，佢仲係創黨添啦，係咪？咁你匯點係嗰啲就全部都贊成嘅啦，幾乎係啊。狄志遠係匯點嘅，係咪？咁匯點其實好巴閉㗎，做官都有兩個啦，一個就馮煒光，一個就張炳良，係嘛？咁你另外呢一啲即係李華明嗰啲都係贊成袋住先嘅喎，係嘛？咁你而家你點樣擺平黨內呢啲唔同嘅意見？跟住嗰啲少壯派就一定誓死反對，係嘛？咁所以你而家因為政改，亦都令到成個民主黨基本上就即係分崩離析。對最後你係用一個咩辦法嚟解決咧？係嘛？呢個大家都可以即係慢慢觀察下嘅，係咪？聽其言觀其行啦，係咪？包括嗰啲話支持政改嘅、反對政改嘅，跟住佢哋有啲咩轉變咧？大家都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係嘛？呢一個黨曾經風光過，係嘛？點解今時今日會淪落到呢個地步咧？咁其實佢哋都應該反省啦。20幾年來成個民主運動喺佢帶領之下，而家係變成咩咧？係咪？佢哋必須要去檢討嘅，係咪？你搞呢個區議會方案出嚟啊，好啦，咁你係雙重標準，嗰個係有篩選咁樣選立法會議員嘅，佢一樣係即係由多數人去投票，一人一票啦，叫做扣咗傳統功能組別嗰23萬，都叫做一人一票，都要超過300萬人可以去投票嘅，係咪？咁但係之前嗰個候選人唔係任何人都得，唔係公民提名啦，係嘛？你個區議會方案係咪公民提名啊？唔係嘛？佢一定要係區議員，仲有15個區議員連署，佢先可以入到閘啊嘛，先可以出到閘，成為呢個即係區議會新增功能組別嗰5個席位嘅候選人啊嘛。所以我頭先咪講咗咯，於是咪民建聯、民主黨、工聯會同埋民協呢啲喺即係區議會裏邊有超過15個議席，足夠嗰個提名嘅連署嘅門檻過咗嘅，佢先可以提名呢個候選人去參選，然後先焗你香港人去投票俾佢啊嘛，係咪？所以當時得幾個候選人嘅啫嘛，你5個席位好似7個人去選啫嘛，係咪？咁5個當選啊嘛，咁呢啲叫民主選舉啊？咁你係咪民主黨提㗎？係咪？今時今日你至少你如果你反對呢個袋住先，其實即係特區政府有權要求佢，或者建制派要求佢，你解下你當年嗰個區議會方案嗰個算唔算篩選咧？嗱，你已經開咗呢條路出嚟，所以我點解話佢哋進退失據、左右之絕？個道理亦都喺呢度，係嘛？有啲人話即係鬧民主黨就破壞團結，係嘛？我又覺得呢種又係奇談怪論嚟嘅，係嘛？呢個就等於當年文革時代啲極左思潮就係要團結，不要搞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呢個就係當年即係極左時代嘅即係啲口號嚟嘅，係嘛？一定要擺出一副團結嘅假象，係嘛？咁你如果同佢唔同意見咧，你就係搞分裂，係嘛？咁今時今日咧就唔使人哋去搞你分裂啦，你自己都分裂。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呢個貪曾時代咧就搞呢個所謂十大基建。好啦，而家一路起緊呢啲所謂基建工程咧，就無一不超支。最離譜嘅咧就係鐵路，5條鐵路全部都超支嘅。嗱，港鐵咧就即係有好多罪行㗎啦，其中關於興建鐵路嗰度咧，佢有幾個毛病。第一，造價最貴；第二，工程延誤；第三，嚴重超支。咁好啦，邊個管佢咧？咁冇人管到佢，因為佢話：我係一間即係上市公司，已經私有化咗啦。所以當年咧，即係我哋反對呢個所謂港鐵私有化。而家諗翻起咧，其實真係即係個理據係好清晰，就係話嗱，佢會出現而家咁嘅情況，你變咗你管佢唔到嘅，係咪？就好似高鐵工程延誤，跟住嚴重超支，咁超支嗰個即係金額咧，就一次評估比一次高，係嘛？咁之前我哋都已經喺呢個節目度講過好多次。如果而家齋講港鐵5條鐵路，係嘛？其中3條咧，即係貴絕全球啊，包括呢個沙中線、西港島線，係嘛？全世界最貴啊佢㗎啦，嗰個造價係嘛？嗱，呢3條新嘅鐵路每公里嗰個平均造價咧，就貴過英法海底鐵路隧道，係嘛？再加上呢個工程出現嚴重延誤，係嘛？咁喂，嗰個係一個無底洞嚟嘅。究竟我哋納稅人要俾幾多錢咧？真係而家都真係未知，係嘛？所以負責衡工量值，即係稽核政府即係嗰個所謂支出嘅呢一個審計處咧，對於有5條鐵路嚴重超支，咁佢哋睇咗之後咧，其中3條咧，佢係有權去調查嘅，因為嗰個係屬於即係公帑嗱。大家都知道啦，譬如話而家呢幾條鐵路咧，咁唔係條條鐵路咧都係完全由呢個財委會即係撥款，由立法會財委會撥款嘅，有啲咧就係採取一種所謂叫做服務經營權或者服務經營模式嗰啲，係嘛？即係政府俾錢佢嘅，係嘛？好似呢個高鐵或者沙中線，咁就政府直接出資興建，咁港鐵咧就只係負責嗰個所謂服務經營，係嘛？同埋鐵路嘅設計、建造、營運等等，咁最終咧就並不擁有呢一條鐵路嘅，係嘛？咁好啦，政府出錢嗰啲，咁全部都係立法會財委會批嘅，咁於是咧審計處就可以去查，係嘛？咁另外有一種咧，譬如好呢個西港島線咁樣，嗱佢又係嚴重超支㗎啦，佢擁有權模式嚟興建嘅，咁即係話咧唔係由政府撥款興建，但係喺09年提出嘅時候咧，就以票務同埋非票務收入嚟計算收益，咁西港島線項目喺財政上咧就即係呢個行唔通嘅，因此最後咧就以一種非經常性補助金嘅方式嚟資助興建，咁亦都係由立法會咧就撥127億嘅財務資助嚟填補嗰個資金嘅差額，咁所以咧即係審計處經過研究之後咧，認為呢一個鐵路項目咧都係一個調查嘅範圍，咁問題就係而家幾時先開始咧？係咪？而家好似搞到咧無藥可救，係嘛？條條鐵路都工程延誤同埋嚴重超支，係嘛？即使你審計處要介入調查咧，基本上嗰條鐵路都係要起㗎啦，錢就一樣係要俾嘅，係嘛？埋單嘅咧就一定係香港市民，係嘛？嗱，審計處嗰個講法咧就係話，佢都好關注即係幾條鐵路新線嗰個工程出現延誤同埋超支嘅問題。但係咧，佢哋可以管嘅、可以調查嘅咧，就係經由立法會財委會撥款嘅鐵路項目，就唔係所有嘅項目都可以介入嘅。咁所以5條鐵路咧，我哋頭先講過，即係高鐵香港段、沙中線、西港島線咧，同埋呢個南港島線同埋觀塘延線。咁前邊嗰3條咧，即係包括高鐵香港段同埋呢個西港島線、沙中線咧，
就佢可以介入調查。另外嗰兩條咧，南港島線同埋呢個觀塘延線就唔可以去調查嘅，因為即係呢個唔係由政府直接動用公帑以補助嘅方式嚟興建嘅。咁佢有權審查嘅咧，就係呢一個高鐵沙中線同埋西港島線，係嘛？咁而家開始咧，就我諗都會即係已經係進入調查嗰個階段。咁但係審計處咧，頭先我都講過，佢係衡工量值即係所謂 value for money， 係嘛？呢個衡工量值咧，個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就會拎嚟立法會嘅帳目委員會，然後咧展開呢個公開聆訊。咁我哋就好期待喺個公開聆訊期間咧，即係佢哋呢啲所謂有關嘅人等走嚟呢個公開聆訊，佢作證嘅時候咧，佢提供嘅證供係咪？咁就會顯示咗呢一個所謂工程延誤或者超支，究竟個金額到咩地步，同埋究竟點樣去改善咧？咁樣唔好話改善啦，咁啲錢邊個俾先？係嘛？淨係問呢樣嘢，你要求佢工程唔延誤去改善咧，呢個已經係冇可能㗎啦。按照港鐵嘅往績係嘛？咁所謂港鐵嘅工程嘅醜聞不斷，涉及嘅係龐大嘅公帑係嘛？咁審計處當然係要調查啦，係咪？你嗰啲公帑亂咁使係嘛？咁立法會亦都有責任去監督係嘛？所以而家關於個高鐵工程延誤，亦都有一個小組喺度跟進緊。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5條鐵路都出現呢個工程延誤同埋超支啊嘛，同埋嗰個數目嗱，高鐵咧就一路不斷咁樣個評估不斷增加，而家最後去到900億啊嘛。咁有啲人就估計甚至乎係會過千億嘅，就由當初10年嗰個600億、650億，而家變做就係講緊可能係過千億嘅。咁呢個係高鐵香港段，未計呢個西港島線、沙中線、南港島線同埋觀塘延線，佢超支嘅嗰個金額究竟有幾多？你而家都未知，係嘛？嗱，特別係高鐵，我哋最關心嘅當初咧就係嗰個所謂一地兩檢，係嘛？咁但係原來一地兩檢到而家都未拍板嘅，係嘛？咁好啦，未拍板就搞到嗰啲相關工程嗰個招標工作咧就會被擱置，係嘛？咁好啦，呢一個估計成1000億要興建嘅26公里香港段嘅呢個所謂高鐵係嘛？分分鐘搞得嚟咧，即係你個一地兩檢未解決咧，就可能要兩地兩檢。咁兩地兩檢不如坐直通車啦，係咪？所以到今日為止，我哋都仲係嗰句早幾日我喺立法會就喺度講，喂，我話你嗰啲支持高鐵撥款嗰啲應該冚頭埋牆啦，而家係咪？你黃國興嗰啲又係攞出嚟講話嘥幾多公帑講其他嘢，喂，你去真係應該剖腹自殺啦，講下講，你呢班人有份去支持嘅，係嘛？然後跟住落嚟你就話而家喂講緊係多幾百億，又唔見你啲人出聲，係咪？所以呢啲咁嘅保皇黨有時即係見到咧，我覺得佢哋係雙重標準嘅，係咪？你當初支持興建高鐵香港段，係咪26公里喺九龍嘅市區整一條高速鐵路，然後咧未搞掂呢個一地兩檢，到時要兩地兩檢，咁無啦啦你整呢個26公里嘅所謂即係高鐵香港段，咁整嚟做乜嘢咧？請問係咪？我坐直通車入去，再坐高鐵去呢個其他地方，係嘛？去大陸其他地方仲快啦，咁啊嘛！你唔同台灣，人哋嘅高鐵就係從北到南，係咪？喂，一個整體係咪？而家所以台灣嗰啲交通方便都不得了㗎，你要去中南部玩，喂，落去高雄個零鐘就坐高鐵，係嘛？如果坐去台中45分鐘就到啦，揸車要幾個鐘頭，係咪？呢個就係嗰個最大嘅作用喺呢度，咪節省咗個時間，同埋令到全台灣全島嗰個經濟咧，即係基本上就係喺如果你講消費咧，你要台灣人落去中南部玩1日就得㗎啦，真係1日24小時，係嘛？你就已經即係或者10個鐘頭，你已經去勻好多地方㗎啦，可以通過呢個高鐵沿線。咁你香港起條高鐵目的係咩先？目的咪係即係當年你曾蔭權擦鞋啫嘛，講句難聽啲係。咪而家個實際嘅問題就係話，你呢個26公里去到呢個即係口岸裏邊邊防嗰度口岸，咁而家你再駁車㗎嘛，係嘛？如果唔係你坐高鐵嚟做乜嘢啊？係嘛？咁你駁大陸嘅高鐵啊嘛，去北京去邊度咁係嘛？咁你駁㗎嘛？咁而家坐直通車咪仲快？如果你一地兩檢搞唔掂，就算你一地兩檢搞掂啊，
都有問題啦，係咪？嗰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呢個26公里造價咁高，然後跟住根本你起呢個香港段嘅高鐵，你節省幾多時間先？係咪？當初就講到好巴閉，係嘛？如何，哇，帶動經濟啊！而家坐直通車，係嘛？跟住再去駁高鐵，快過去坐香港高鐵去到即係呢個口岸嗰度，再轉呢個高鐵啊，去大陸其他地方，係嘛？咁你無啦啦整呢一條鐵路，其實當初啲人反對咧，唔係冇道理嘅。特別有好多議員關心呢個一地兩檢嘅問題。如果你可以一地兩檢，咁都即係脆脆地啦，係嘛？咁但係你問我都係唔贊成嘅，係咪？嗱，你而家香港即係港鐵啦嚇，負責興建嗰5條新路線，其中3條咧已經係全球最貴嘅鐵路嚟嘅啊！呢個就真係大家完全即係摸不着頭腦，係咪？特別係高鐵，係咪？當然排第一嘅就唔係高鐵，係西港島線。西港島線咧就3公里啫得，3公里嘅造價係185億，平均每公里嘅成本超過61億，比94年建成嘅英法鐵路每公里成本16.5億係貴2倍半。喂，大佬嗰個係海底隧道嘅鐵路嚟㗎，大佬，係英法隧道啊，係。沙中線咧就17公里造價就790幾億，平均每公里就47億。高鐵咧到34億就排季軍。咁即係話沙中線咪港島西港島線、沙中線加埋港鐵3條就係全世界最貴嘅鐵路，起緊喎而家未知係嘛？我哋上次講算財難捨冤枉甘心，就特別提到就係你要做一個對比啊嘛。而家你嗰個基建講緊超支，加埋過千億，呢過千億抌落去醫療，抌落去呢個老人嘅服務係嘛，長者健康或者長者嘅護理係嘛，抌落呢度，喂，真係你可以解決晒所有而家目前香港長者出現嘅問題。喂，你而家講緊個咩長者健康，即係你去健康中心度即係去驗身，跟住去睇病啊，呢啲健康中心係嚴重不足。佢講緊都係10零20億嘅啫，而家係你俾多10零20億佢，就已經好多地方有開起多啲健康中心嘅咯喎。啲院舍你講緊起多幾千個呢啲咁嘅即係床位俾啲老人家，講緊有10零20億嘅啫喎，係咪？而家你係超支1000幾億喎，咁你比對之下你咪興啊，係咪？仲有而家叫你搞15年免費教育，幼稚園都係政府資助嘅，講緊有幾多錢啊？係咪？喂，每年講緊又係10億8億到嘅啫喎，係咪？咁你1000幾億係咩概念啊？請問而家係咪？仲有到最後係唔止添啊，係咪？所以好多人而家即係當然要計數啦，計數你就係你喂要算下舊帳，算下舊帳，你咪要計下當年邊個去搞呢啲嘢咯，係咪？喺呢個曾蔭權主政嘅年代就開展呢5條新鐵路工程嘅高鐵咪2010咯，係咪？係呢一個新即係話呢一屆政府係2012年即係7月1號開始即係就任嘅，2012年7月1號之前，你呢5條新鐵路工程係曾蔭權時代即係拍板做嘅，咁點解會平均造價有3條鐵路係全世界最貴咧？係咪？咁如果有啲人從一個陰謀論嘅角度出發，喂，你中間呢個招標嘅過程會唔會有利益輸送咧？喂，大家真係唔知㗎喎，係咪？咁你真係 ICAC 都可以查下喎，講真係咁啊！即係等於我哋較早時評論呢個即係民航處嗰個空管系統一樣，係咪？喂，嗰個空管系統又唔用得，使咗一大嚿錢。好啦，跟住佢嗰個即係中標嘅呢係雷神佢延遲嗰個工程，你係罰佢上限500萬，但係你每年要補2000萬俾佢維修，咁佢真係發達啦，係咪？咁都得嘅，係咪？喂，你唔係去換過個即係呢個營造商，唔係營辦商，唔係換嘅，繼續俾呢一個犯錯誤嘅去做，跟住要補錢俾佢，呢啲咪香港政府咯，係咪？當年呢一個貪曾時代拍板嘅呢5條鐵路，而家相繼都出事，
咁現任政府有冇責任咧？當然亦都有啦，大佬。你而家個運房局又係監督不力噶嘛？即係你淨係睇高鐵嘅工程延誤同埋超支，你就知道呢個運房局長張炳良就真係豈有此理，係咪？呢個係喺佢嗰個權力範圍，佢係有權去監督呢一個所謂工程同埋嗰個進度嘅。出咗事之後就互相推卸責任。講翻審計處要介入調查其中3條鐵路嗰個即係工程超支嘅問題，係咪？咁當然我哋就樂觀其成啦，係咪？但係我哋自己咧都覺得係即係唔可以有太高嘅期望咯，係嘛？但係對於呢個無底洞，咁點樣去填咧？係咪？咁香港人要去埋單，咁你條氣順唔順先？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喺上個禮拜日咧，5月16號就係呢個中國國民黨辦理初選，即係所有有意參選嘅人領表嘅最後一日，截止嘅日期。咁換言之咧，你喺呢一日都唔去領取一張表格，去爭取黨員嘅連署，然後成為呢一個黨內初選嘅其中一份子嘅話咧，咁你就即係話你唔會去參加呢個2016嘅總統大選。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喺嗰一日咧就開記者會，咁就係預先寫好講稿，咁啊照讀嗰篇講稿，就話自己咧為咗呢個黨內嘅團結，為咗要改革呢一個中國國民黨咧，咁佢就係唔會參加2016嘅總統大選，唔會參加國民黨嘅黨內初選。嗱，喺呢個截止日期之前領表嘅有3位，其中一位咧就係立法院嘅副院長洪秀柱，佢已經得到超過6萬個黨員嘅聯署，跨過咗即係黨員聯署要15000人嗰個門檻，咁就正式可以參加呢個國民黨總統選舉嘅黨內初選。嗱，其實國民黨嘅總統選舉嘅黨內初選咧，呢一個制度建立咗好耐，但係基本上係冇實行過嘅，因為喺對上嗰2屆咧，即係當然嘅候選人就係馬英九，係咪？喺2008年嘅時候，馬英九700幾萬票擊敗呢個謝長廷，就因為之前8年咧係民進黨嘅陳水扁執政，搞到即係呢個貪污腐敗嘅情況又嚴重啦。另外就係成個民進黨可以講話分崩離析，係咪？民進黨係最低潮嘅時期，即使係你執政嘅時期，到後尾即係呢個陳水扁第2任嗰2年咧，跟住嚟嘅歷次選舉，民進黨咧都係一敗塗地嘅。咁但係風水輪流轉，舊年嘅11月9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於是成個黨就瀰漫住一個即係懷憂喪志嘅氣氛。你係真係發夢都諗唔到，一個喺台灣一黨獨大咁多年，又執政咗咁多年嘅所謂由革命黨變成一個民主政黨，有121年歷史嘅老大政黨，竟然今天連去揾一個有份量嘅候選人去參加出年嘅即係總統大選都冇。洪秀柱雖然係立法院嘅副院長，亦都攞到有6萬幾個黨員嘅連署，可以參加黨內初選，但係佢唔係台灣所講嘅叫 A 卡，佢係 B 卡，係咪？即係個卡士係屬於 B 級嘅，係咪？即係第2流嘅呢啲即係政治人物，啲重量級政治人物，包括現任嘅黨主席朱立倫、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現任嘅副總統吳敦義，全部都備戰或者怯戰。台灣話有一句説話叫輸人唔輸陣，即係輸人不輸陣。而家你不但止輸人，連個陣你都輸埋。即係所有支持國民黨嘅人真係情何以堪，係咪？如果啲老人家就會同你講歷史㗎啦。1894年孫中山喺檀香山成立呢個興中會，係咪？1904年就成立同盟會，跟住興中會、同盟會一路到呢個國民黨，然後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係咪？由1928年到而家，中國國民黨都可以講話係成個中國近代史嘅一個好主要嘅政治力量。你都諗唔到喺馬英九統治呢2任，
而家講緊係7年嘅時間，國民黨可以一敗塗地到呢一個地步，係咪？咁當然，今天嘅國民黨佢已經唔係一個革命黨，亦都唔係一個所謂革命民主政黨。喺兩蔣時代，因為佢哋要自設復國，要打返去老家，要光復大陸嘛，咁於是佢係一個革命民主政黨。所謂革命民主政黨嘅屬性就係咩咧？呢個政黨就係喂，佢既要搞革命，係又要講民主，係嘛？所以就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係嘛？但係到咗蔣經國晚年，決心開放呢個民主政治，即係改革民主政治，係嘛？將台灣嘅中華民國變成一個真正嘅民主國家。今天嘅中華民國喺台灣澎湖金馬地區，係咪？佢呢一面青天白日旗可以迎風招展，弦歌不絕，係咪？就係佢而家變成一個在地嘅呢個所謂中國國民黨變成一個在地嘅政黨，係咪？佢係要得到台灣2300萬人民嘅大多數嘅同意，佢先可以執政，咁啊，通過選舉佢先至可以執政，由人民去決定呢一個政黨輪替。公元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而家睇下出年2016年一定係第3次政黨輪替。假如你呢啲重量級人物都唔出嚟參選嘅話，係嘛？當然當初估計就算朱立倫出嚟選，都有機會輸俾蔡英文，但係都係嗰句説話：輸人不輸陣，係咪？你係不戰而敗定係戰敗？呢個係好大嘅分別嘅，係嘛？當然而家洪秀柱得到呢個即係6萬幾個黨員嘅聯署，佢去參加黨內初選，而家領咗表嘅衛生署署長楊志良同埋另外一位即係知名度極低嘅，係嘛？根本就係連黨員聯署都攞唔到嘅。咁所以呢個黨內初選究竟是否需要舉行呢？都尚係未知之數。因為如果得一個人啊去即係得到聯署，咁啊可以不初選嘅，唔需要有初選就咩呢？可能係黨內徵召。徵召嘅意思就係徵召一啲重量級嘅人去參選，係咪？為咗黨嘅利益，會徵召重量級嘅人去參選。咁啊，徵召嘅對象唔係黃金平，就係朱立倫㗎啦。如果到時個黨決定係徵召你黃金平或者朱立倫去參選，你哋唔參選嘅話，咁你就要退黨㗎啦，係咪？咁究竟係咪要行到呢一步咧？另外一啲主張黨內民主嘅人就會提：喂，你初選制度已經起跑啦，咁冇理由搞徵召喎，係咪？呢個又即係對嗰啲參加初選嗰啲人或者領咗表嘅人又唔公道喎，咁呢個都會有一輪嘅爭議。但係當然去到最後，要做一個決定嘅時候，亦都不能即係排除呢個可能。到最後，國民黨係要徵召啲重量級人選係出嚟參選嘅。嗱，佢仲有呢個黨內初選嘅機制，仲有一個全民民調嘅。咁如果全民嘅民意調查決定咗，喂，譬如話佔多數都係要支持或者徵召呢個黃金平或者朱立倫出嚟選嘅，咁佢哋可以推遲咩？唔可以，係嘛？所以其實仲有啲變數。不過就真係令到好多人覺得非常之唏噓啦，係咪？亦都好有感慨啦，係咪？有啲人就話呢個同國民黨嘅黨內鬥爭有關，又同馬英九有關。馬英九以青年形象見稱，推動兩岸關係作為佢嘅政績，再加上佢自己俾人個感覺就係真係粗俗啲講，擔屎都唔偷食，亦都唔容許下邊啲人去搞貪污腐敗。不過而家就俾柯文哲搞佢，話喺佢台北市市長任內嘅時候咧，即係建造呢個巨蛋咧，小巨蛋咧就牽涉所謂利益輸送啊！咁而家啲在野黨咧就諗住自己有機會執政啦，開始就有窮追猛打。馬英九一卸任即刻拉佢咁，開始做政治鬥爭係嘛？呢一筆唔講，馬英九嘅心目中係屬於吳敦義出去做黨主席，吳敦義去選總統嘅。奈何黨內嘅民意就大家都希望朱立倫起碼喂大佬佢50零歲係咪？後生啊嘛，係咪有魄力？而家新北市嘅市長啊嘛，喺6都選舉裏邊，唯一係可以保住新北市嘅就係呢個朱立倫啊嘛。咁呢個一定嘅政治好現實嘅，就梗係佢做主席。佢做主席順理成章就梗係希望佢選總統啦。但係朱立倫個講法好奇怪，佢話我而家唔參選，為咗黨內嘅團結，亦都唔想俾人話我係擋住嗰啲有意去參選嘅人嘅路啊，破壞團結。
我就覺得呢種講法就真係好有問題，係咪？咩叫團結一個黨嚟講？當然係為相同而團結啊嘛，係嘛？唔係為咗團結而去相同啊嘛，為相同而團結就係要想法一致、目標一致、行動一致啊嘛，係個一致啊嘛，係一致啊嘛。你而家係唔一致啊嘛，好明顯就係咪？所以吳敦義當然佢自己知自己事啦，年紀又翻咁上下，佢係從來冇諗過喂我去參選總統。王金平點解要去選？王金平初點解要施放一啲政治氣球，甚至佢自己地方嘅樁腳開始喺度喐動，係咪？擺出一副就係佢要去參選嘅姿態咧，70幾歲人，係咪？點解咧？好簡單啫嘛，咪又係黨內鬥爭。王金平就話嗱，我而家去選啦，係咪？咁如果你想我唔選嘅話，喺出年2016嘅立法委員選舉，你就一定喺全國不分區嗰度將我排第一，係嘛？咁即係話佢係篤定做立法委員，然後又繼續做立法院院長，係咪？佢嗰個政治能量平台就喺立法院。而家台灣嘅立法院選舉嘅就係即係兩票制，一票選政黨，一票選人，選人就單一選區，即係一個選區得一個議席嘅啫，大家一齊去抽，票多者個當選。另外一票就選政黨，如果政黨喺成個選舉嘅得票過咗個門檻，咁然後就睇你個選票得票嘅比例，然後就分配議席俾嗰啲喺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排名啊，即係由1至到20啊30咁樣排落嚟。王金平係歷屆都係要排第一嘅全國不分區，我而家去選係嘛？你想我唔選冇問題係嘛？咁我出年繼續要做呢個唔使參加選舉嘅立法委員係嘛？通過呢個政黨提名全國不分區排第一，然後喺出年嘅選舉佢係坐定粒六做呢個立法院院長啊，繼續嗱佢係有佢嘅所謂考量計算，都係為自己嘅利益。然後佢又行出嚟話俾你聽，為咗黨嘅團結，我唔參選。王金平可以咁樣講，因為佢有個計算。你朱立倫而家領導個黨，你點可以咁講咧？嗱，我哋而家盡力去幫助即係國民黨嘅即係參選人贏得呢個大選。當佢贏到大選嘅時候，我就會辭職唔做黨主席，因為黨主席順理成章就由當選嘅國民黨嘅總統做主席。如果今次敗選嘅，出年敗選嘅，我又會辭咗呢個黨主席嘅職位。咁即係話你而家到選舉有結果前後8個月，咁即係話呢一個黨主席只係做8個月嘅啫。咁你點樣去領導個黨改革咧？請問點樣去令到個黨團結咧？嗱，佢而家做咗幾個月國民黨主席之後，佢係真係做咗啲改革嘅，譬如將國民黨嘅智庫全面換血，換晒啲人，係咪？個考紀會嘅制度重新建立落嚟，係嘛？即係考核紀律嗰個重新建立落嚟，係嘛？跟住其他嗰啲改革好多都得罪好多人，係咪？咁但係做咗幾個月，個成效仲未出現，跟住你而家要推動2016年嘅總統大選。同埋呢個立法院嘅選舉，國民黨嘅提名係掌握提名權，係掌握喺個黨主席手裏邊嘅，係咪？你自己就協戰，跟住啲 B 卡就喺度參選，咁你話啦，國民黨即係焉得不敗，係咪？嗱，當然而家已經係一個民主嘅時代，國民黨嘅敗。或者國民黨而家出現呢種分崩離析嘅現象，或者國民黨日暮途窮都好啦，對成個台灣嘅大局咧，就未必有啲關鍵性嘅影響。當然係會有影響，但係佢唔會有啲關鍵性嘅影響，因為日子都係咁樣過㗎啦，啲人係咪？反而民進黨執政之後，佢面臨嘅考驗咧，同埋挑戰係非常之多嘅，係咪？佢會日日俾人鬧嘅啦，一樣嘅啫，係咪？到時國民黨就扮演一個即係好激進嘅在野黨嘅角色，日日就立法院即係喐你民進黨，或者喐呢一個執政黨，呢個係必然嘅民主政治嘅常態就係咁樣嘅，係嘛？反對黨就一定係為反對而反對嘅啦，唔通佢為贊成而反對？反對黨成日俾人話有破壞冇建設，佢梗係搞破壞嘅啦，破壞就係希望你建設啊嘛，因為佢做咗反對黨，佢冇實際嘅公權力喺手，係咪？佢就只能夠加
加速力度去監察你嘅政府，咁於是就被人認為佢係破壞，其實佢係提出問題，然後你政府去解決問題噶嘛？呢個常識，連香港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都唔識，係嘛？好啦，講翻台灣，即係喺咁嘅局面底下，即係嗰啲支持國民黨嘅人咧，就真係覺得真係即係非常之沮喪、失望，係嘛？甚至有啲人覺得憤怒。所以從朱立倫呢一個措置嚟睇咧，佢除非真係深謀遠慮，嗱呢一屆我唔算，我做一任嘅新北市市長，繼續即係發揮嗰個政治能量，就算出年因為國民黨總統敗選，佢辭咗呢個黨主席，但佢仍然係新北市市長，管治500萬人，日日都會喺媒體度曝光，係嘛？咁對佢喺2020年嗰個總統大選咧，去參選就有幫助啦嘛，即係話佢忍4年係嘛？嗱，如果係咁樣諗嘅話咧，咁樣計算嘅話咧，咁呢一位朱立倫主席咧，又係嗰種搞權謀嘅人係嘛？真係又係為自己，所以喺台灣呢一個所謂國民黨提名總統候選人嘅呢個過程裏邊，你就睇到喂人哋民進黨幾快嘭一聲就即係呢個蔡英文就係眾星控衞咁當然啦，呢個就佢係民進黨主席，舊年帶領呢個黨係咪贏得呢個9合1選舉，順理成章就係佢啦，係咪？咁你國民黨係幾乎難產係嘛？咁所以大家不妨拭目以待，究竟朱立倫最後會唔會被徵召去參加呢個總統大選？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東網電視毓民踢爆。嗱，呢個政改咧就已經進入呢個直路，大概仲有1個月嘅時間咧，政府就要將呢個2017年行政長官嗰個所謂普選方案咧，就提交俾立法會2讀，跟住3讀表決通過或者否決。咁當然而家就好多小道消息啦，係咪？咁我上次就話咧，呢一個民主黨喺政改立場上邊咧係進退失據，仲有就係左右之權，係嘛？咁而家好明顯睇到個情況發展，就真係向住一個分裂呢一個方向去發展。民主黨裏邊嘅所謂溫和派，包括被稱為民主黨大佬嘅羅致光，今時今日佢都喺建制裏邊咧佔有一席位嘅，佢係呢一個扶貧唔係呢個關愛基金即係嗰個揸 fit 人另外就係狄志遠，咁佢亦都喺建制裏邊咧有好多諮詢機構咧佢都有參與嘅。早前佢甚至同建制嘅人士一齊揸住嗰個2017一定要得嘅口號咧，就影相表示支持政改。另外就係匯點係嘅李華明啦，係咪啊？仲有就係黃成智。黃成智咧上一屆選舉就輸咗喺新界東，係咪？咁其實佢亦都喺呢個04年嗰屆咧去參加立法會選舉，亦都係輸嘅嚇。咁佢喺新界東其實就真係極為不穩。嗱，而家佢提出一個簽名運動，要發動一個簽名運動。呢個簽名運動就係要求呢個泛民主派要求民主黨，如果呢一個提名委員會嗰個成員嘅產生，嗰啲公司票轉為個人票，又加埋所謂白票守尾門或者白票守尾門咧，咁咧就應該支持呢一個政改方案。羅致光喺電台節目裏邊甚至講：喂，500萬人投票，即係去選呢個特首，係嘛？咁個結果點解唔會比呢個1000幾人嘅小圈子選舉好咧？咁提出呢啲咁嘅講法。咁而家民主黨嘅主流嘅意見咧就係反對8三1框架，拒絕袋住先，一定要否決呢個政改方案。咁呢個係咪鐵板一塊咧？其實都唔係嘅。嗱，而家何俊仁就行出嚟開記者會，係嘛？喺禮拜1行出嚟開記者會，就批判呢一個黃成智。坐喺隔離咧，仲有隻乳鴿叫做許智峰，係嘛？咁一個就表示咧，我會有機會凍結呢個黃成智嘅黨籍，如果佢繼續呢個簽名運動嘅話。但係另外一位咧，許智峰就話唔係，我哋要佢要開除佢黨籍啊，應該係嘛？嗰啲支持政改嗰啲溫和嘅呢個民主黨人最好就離開呢個民主黨，係嘛？
就唔好搞到民主黨咧，即係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啊！佢就主張強硬手段，根本就應該開除黨籍。何俊仁就話：如果佢繼續呢個簽名運動咧，我哋就要求凍結黨籍。凍結黨籍嘅意思就話嗱，佢個黨籍被凍結啦，咁唔係代表民主黨去搞簽名運動，咁呢個咪又自欺欺人，係咪？即係你凍結個黨籍咁用個人身份走去搞，咁但係大家嘅印象都係你民主黨嘅人咧，咁點解你唔乾脆開除佢黨籍咧？如果佢搞呢一個咁嘅簽名運動行動係違反你個黨紀嘅話，根本你就可以大比數喺呢個會員大會裏邊就已經可以，甚至喺呢個中委會裏邊你就已經可以開除佢黨籍啦。點解你唔做啫？係咪？咁反為個許智峰硬淨好多喎，係咪？後生啦，係咪？呢啲所謂乳鴿開除佢咁。嗱，但係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又係睇到一啲問題嘅喎。劉慧卿作為民主黨嘅主席，佢回應呢個大陸嘅法律學者姚歌平嗰個講法。姚歌平講乜嘢咧？姚歌平話提名委員會由公司票轉為呢個個人票咧，唔會違反呢個831嗰個決定嘅。咁於是佢就高度讚揚呢個姚歌平，認為姚教授向一個正確嘅方向行。咁如果即係呢個開放得足夠嘅話，令到即係香港人覺得佢哋係可以即係去選呢一個普選呢個特首嘅時候咧，即係個空間會多啲係嘛？或者嗰個候選人咧係即係俾人覺得冇篩選嘅，咁佢哋都可以支持呢一個政改方案。嗱，言外之意就係，如果你由公司票即係提名委員會變做個人票嘅話，咁民主黨就可以支持政改咯。咁呢個同黃成智嘅講法有咩分別啊？係咪？黃成智嘅講法都係，喂，如果提名委員會嘅產生，公司票全部轉晒個人票，譬如包括呢工商界嗰啲代表，係嘛？包括呢個漁農界嘅代表，包括勞工界嘅代表，包括啲專業界別嘅代表，而家好多都係公司票或者係團體票嘅，譬如工會、工聯會有2個席位，勞聯有個席位，佢係用工會嚟做單位去投票嘅，就唔係用工會嘅會員做單位去投票。如果由工會做單位變成工會嘅會員做單位去投票嘅話，咁你就要收貨㗎咯喎，係咪？理論上，當然政府而家嘅回應就話 no。因為咧，如果將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咧，咁好多人都會反對嘅。嗰啲既得利益者一定係反對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同你 say no 就唔代表永遠都係 no 嘅。我哋記得喺2010年曾蔭權嗰個起錨方案係咪？不斷落區宣傳起錨起錨係嘛？後來我哋幫佢改咗個起錨嗰2個字，叫超錯啊嘛，係咪？咁民主黨提出一個叫區議會方案，即係話新增嗰5席嘅功能組別由區議會產生，區議員做候選人，區議員15個負責提名，係咪？咁呢個候選人就可以參加呢個區議會功能組別2嘅選舉，就由香港呢個扣除23萬傳統功能組別選民。之後嗰啲人可以去投票選呢一個所謂功能組別區議會2呢一個5個席位，係咪？咁有區議員嗰啲咪着數啦，所以咪結果就民主黨有2席，民建聯有1席，工聯會有1席，然後民協有1席咯，分贓啫嘛，係咪？咁當初民主黨拋出呢個區議會方案嘅時候，曾蔭權就話 no 啦，係咪？到最後阿爺話 yes， 咁咪搞掂咯。今天嘅情況都一樣噶嘛，係咪？喂，如果你提名委員會由公司票轉做個人票，係咪？而家話俾你聽 no， 到時可以話俾你聽 yes， 因為姚歌平已經講咗，姚歌平係大陸嘅法律學者，佢可以代表佢自己個人咩？梗係唔係啦，係咪？佢呢啲唔會有獨立意志嘅咧。唔係，亦都係施放一個政治氣球，大家有得傾，係嘛？如果要將嗰個提名委員會嘅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嘅話咧，對泛民嚟講佢有個下台階，因為如果轉咗做個人票之後咧，咁呢個提名委員就可能會多咗一啲即係民主派嘅人啊嘛，係咪？咁於是咧就可能有機會跨過咗嗰個過半數嘅門檻，成為候選人啊嘛，係咪？起碼同自己解釋係咁啦，係咪？可以自圓其說。
可以有下台階，所以就可能會接受呢個待住先嗱。所以劉慧卿嗰個講法係有啲玄機嘅。劉慧卿講完之後，何俊仁針對黃成智呢一個簽名行動，即係震怒、強烈批判，搞到要凍結黨籍咁交關。咁黃成智講嗰個咪又係提名委員會由公司票轉做個人票，仲有一個白票守尾門係嘛？咁同劉慧卿嗰個講法話姚歌平向一個正確嘅方向行，有咩分別啫？係咪？所以有啲人認為今時今日即係呢個民主黨已經俾人一個好鮮明嘅印象，就係搖擺不定左搖右擺。2010年之前，佢哋堅持要爭取2012雙普選，係咪？冇得傾。劉慧卿喺立法會度大聲講：我天生一副硬骨頭，邊個話2012唔可以有雙普選嘅？我哋就一定唔得咁。但係入咗中聯辦之後就得啦，係咪？因為共產黨接受咗你個區議會方案，咁於是2012年咪繼續1200人小圈子選特首咯，係咪？2012年咪繼續有35個，即係有一半嘅議席立法會係功能組別咯，係咪？咁咩叫做唔得啫？即係你民主黨有前科㗎啦，係咪？所以今時今日你嚟鬧呢個黃成智，你就會俾人覺得，喂，你真係雙重標準，仲要既要做妓女，又要攞貞節牌坊。講到底就為咗講數啫嘛，係咪？為咗即係談判增加啲籌碼啫嘛，係咪？然後溫和派。即係呢個溫和泛民或者民主黨嘅溫和派，亦都係用呢個嚟制衡你啲所謂激進派。喂，不久之前你何俊仁仲誓神劈願話要辭職公投，係嘛？結果而家係取消辭職公投，所以有啲人認為基本上就係掹貓尾，到最後揾到個華麗轉身，咁佢哋就會支持政改。當然呢種講法咧，或者呢種判斷咧，就有待驗證，因為仲有1個月，大家就知道即係嗰個答案係嘛？但至少目前，你民主黨就面臨一個進退失據、左右之絕，同埋會分裂嘅呢一個咁嘅境地係嘛？如果有一啲民主黨裏邊嘅激進派，特別係啲乳鴿係嘛，比較年青嗰一代，好似許智峰之流，喂，佢要發起聯署。甚至要拱冧你呢班老鴿嘅話，咁你民主黨就必然會分裂。民主黨亦都試過，即係啲少壯派出走啦，係咪？曾幾何時係咪？由你今天嘅呢個陳偉業又好係嘛，後來即係去組織社民連嘅陶君行，啲全部都係民主黨即係出走嘅人係嘛。咁再嚟第2次嘅大分裂咧，即係大家都唔需要覺得奇怪。但係可以斷言嘅就係，無論今天民主黨即係採取咩決定都好啦，係咪？到咗出年個選舉，佢哋都係面臨考驗嘅。即使你否決咗呢個政改方案，係咪？咁亦都令到啲溫和派嘅民主黨嘅支持者係會離心，係咪？如果你支持呢個政改方案，所有嘅年青嘅黨員或者激進派嘅支持者就一定會離呢個民主黨而去，所以佢係冇着數，係咪？日暮途窮呢個係必然嘅。你諗下，佢而家立法會得6席，2席係功能組別，仲係區議會功能組別，係咪？其他4席係地區直選。公民黨起碼5個區，每個區都有1席，而民主黨竟然淪落到新界西係1席都冇。新界西嘅當選門檻咁低，唔使10% 就可以攞到1個議席㗎啦。你民主黨喺度經營咗咁多年，曾幾何時係幾個區議會嘅主席㗎嘛？你都淪落到上一屆嘅選舉，新界西1席都冇，係咪？咁就係因為你進退失據啊嘛，直以來係嘛？你喂左右之絕啊嘛，唔知行邊條路？而家呢一個政改，面對政改呢個立場就已經更加好明顯睇到，係嘛？所以民主黨面臨一個即係大分裂咧，呢個係大家可以期待嘅啦。其實對於香港呢啲咁嘅政治組織嚟講咧，即係香港嘅選民已經有足夠嘅討厭，係咪？全部都係為咗一黨之私，講到尾都係就為咗立法會個席位。
為咗立法會嘅席位，不但止要同其他黨嘅人競爭，互相攻訐，甚至自己黨內都要鬥爭一輪，係咪？絕對唔俾其他啲後生可以有機會上位。如果唔係啊，唔使20幾年來做嚟做去都係你何俊仁、涂謹申、劉慧卿，係嘛？啊！呢一啲咁嘅即係做咗好多年嘅呢個所謂資深議員啊嘛，係咪？而家最多咪得兩個比較新啲嘅，一個叫黃碧雲，一個叫胡志偉，係咪兩個都超過50歲啦已經啊？所以呢個政改對民主黨嚟講，當然係一個好嚴峻嘅考驗啦。但係而家佢哋表現出嚟俾即係民眾睇到，或者俾啲支持者睇到嘅咧啫，真係呢個民主黨係支持唔落，係咪？對於嗰啲激進派嘅選民啊，即係。佢寧願投票俾嗰啲即係激進派政黨或者代表本土嘅呢啲政黨，所以出年嘅選舉咧係民主黨進一步即係走向分裂嘅一個前奏。今次呢個政改亦都係會走向分裂一個前奏，但係去到出年嘅選舉咧，就係呢個大分裂咧係有機會出現嘅。所以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黨啊，你一定係要目標一致、行動一致、個理念一致，係咪？但係而家唔係，係嘛？咁呢個唔係，仲牽涉到呢個關鍵嘅政改。所以對於民主黨嘅呢啲領導階層，其實佢哋應該真真正正要痛定思痛，諗下點樣去面對而家呢一個挑戰，係嘛？唔好左搖右擺，係嘛？當然，如果你民主黨啲溫和派認為要袋住先嘅話，咁亦都可以另起爐灶，係嘛？但係而家佢哋為團結而相同啊嘛，所以一下下用黨嘅團結嚟去箍住啲人啊嘛，咁但係事實上你係箍唔住噶嘛，係咪？既然你箍唔住嘅話，你咪一定要等佢分咯，係咪？呢個係所有政黨分分合合，呢個應該係常態嚟喺政治上邊，有咩咁奇怪啫？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毓民踢爆。東方報業集團多番踢爆呢個民航處大花筒同埋管理混亂，咁啊包括就違規即係豪華公帑啊，建呢個新總部大樓就變身做豪華娛樂城，又有卡拉 OK 啊，民航處長羅崇文嘅即係辦公室咧就整個即係淋浴間，咁啊完全係違反咗呢個即係政府嘅相關規定。啊，審計處咧嗰個報告亦都指出。喂，呢一個所謂民航處總部大樓嗰啲多建嘅地方咧，基本上係未得到呢個產業署嘅同意嘅，但係建築署咧就同民航處即係狼狽為奸。咁好啦，審計處介入調查，加上呢個立法會帳目委員會召開公開聆訊，到最後寫成報告，用到嘅字眼咧，亦都係非常之嚴厲嘅，係痛斥呢個民航處處長羅崇文。嗱，呢一個痛斥呢兩個字咧，對上一次立法會帳委會嘅報告咧，就係針對呢個湯顯明啊，即係呢個貪湯啊，咁亦都係用咗痛斥嘅字眼。呢個係立法會帳委會嘅報告有史以來即係最嚴厲嘅字眼。咁痛斥又如何咧？係咪？民航處處長呢個羅崇文今年9月就退休，攞1200萬嘅長俸。然後退休金，然後每個月咧可以支7萬幾蚊，直到佢百年歸老為止。於是有啲人就覺得，喂，你賞罰唔分明係嘛？喂，有錯你又冇得罰係嘛？咁然後仲要等於獎賞佢，退休人工照舊係嘛？呢個退休金又過千萬，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佢賴低呢啲咁嘅所謂手尾咧。就要後邊嗰啲人咧，同埋呢一個公帑咧去支付。譬如嗰個空管系統，即係呢個亦都係俾《東方日報》踢爆嘅。喺2013年，喂，5億7千萬買嗰啲空管系統翻嚟啊！嗰個中標嘅呢個承辦商叫做雷神，係嘛？延遲咗嗰個工程不但止，仲有呢個空管系統得物無所用，係嘛？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國際機場。嗰個繁忙咧喺全球都數一數二嘅啦，平均1分鐘就已經有一班航機升降，但係呢個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咧就鄰近地區最落後嘅，你用咗5億5千萬啊買一套呢個即係話最先進嘅空管系統係嘛？咁但係結果咧得物無所用，仲有呢一個承辦商
你最多就罰佢500萬上限，但係每年要補貼2000幾萬俾佢維修，佢啊真係發達啦，係咪？嗱呢件事俾呢個即係《東方日報》揭發咗之後，跟住審計署介入調查，咁然後審計署嘅報告出咗嚟咧，立法會帳目委員會咧就要開公開聆訊，總共前後開咗6次公開聆訊，淨係針對呢一個空管系統，係咪？咁而家就喺寫報告嘅階段。對上一個報告咧係針對呢一個民航處嘅新總部大樓嘅，咁用嘅字眼已經係非常之嚴厲。嗱，早幾日喺立法會呢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咧就去回應呢個立法會帳委會嘅報告啊，咁佢都話咧民航處進行新總部工程嘅時候咧都有不當同埋偏離內部程序，咁就話政府會按程序採取行政或者紀律行動。好啦，咁而家咧即係呢個紀律行動幾時會進行咧？就大家唔知啊。不過可以睇到實際嘅情況就係呢一個林鄭月娥嘅回應冇一字一句係去批評啊，唔好話講譴責啦，批評即係呢個民航處處長同埋其他有關嘅即係呢個官員係冇，係嘛？甚至乎呢個即係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咧，好似都唔使負責嘅。喺呢個林鄭月娥嗰個回應嘅聲明裏邊係有隻字不提，係嘛？咁彷彿就係唔關佢哋事嘅。喂，你民航處係歸呢個運輸及房屋局啊呢一個政策局去管嘅，點解會唔關你事呢？仲有公務員事務局又管公務員啊嗰啲所謂失職啊、行為失當啊、甚至行政失當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嘛？喂，佢疏忽職守啊，大佬係嘛？玩忽職守可以咁樣講，羅崇文係嘛？浪費公帑、玩忽職守係嘛？即係所作所為咧，即係講句難聽啲，如果你帳委會可以有一啲字眼用嘅咧，就叫做神人共憤係嘛？咁但係佢又冇嘢嘅喎，好官我自為之嘅喎，而你林鄭月娥就擺明喺度護短嘅喎，係咪？呢個好清楚，就問題就喺呢一個民航處係咪？以處長為首啊，嗰個管理同埋各樣啊，特別係呢個空管系統啊，即係甚至可能會變成一個舞弊嘅即係案件都未定，係咪？好可能當呢個帳委會嘅報告出咗嚟之後，咁啊有關當局咧就應該真係喂，特別係 ICAC 係應該要跟進嘅啊。嗱，審計署即係出嗰個報告啊，咁淨係講民航處嘅都2單，係咪？一個咧就係總部大樓。另外一個咧就係空管系統啊，咁啊總部大樓嗰一 part 咧嗰個報告出咗啦，而家空管系統要另外特別出一個報告喺立法會嘅帳務委員會裏邊。嗱，通常咧審計署嘅報告公佈咗之後，立法會嘅帳務委員會咧就要就報告裏邊嘅相關章節或者選擇一啲即係大家都特別關心嘅章節咧召開呢個公開聆訊，咁啊，然後公開聆訊嘅結果啊就會寫成一份報告，咁啊通常就係譬如話你出63號報告書，咁啊審計署嘅63號報告書入邊所提嘅呢啲有關部門嗰啲所謂浪費公帑啊，或者從衡工量值嘅角度嚟睇佢哋究竟使嘅錢係咪使得其所啊等等。嚟到立法會嘅時候咧，咁都係揀一啲重要嘅章節咧，係去召開公開聆訊嘅，然後先至去寫報告，咁啊報告就得一份嘅啫，一份裏邊就包括即係幾個議題，但係今次咧就係63號報告書有提到民航處嘅有2章，係咪？咁其他嗰啲咧就已經做咗一份報告，連埋即係其他嗰啲部門啊或者啲法定機構啊嗰個即係審計署嘅審計嘅結果，然後立法會開會啊，即係再寫成報告咁，嗰啲咧就已經有一份報告㗎啦。上一次咧嗰份報告係包括咩咧？長者護理啦、長者健康問題啦，同埋呢個民航處總部大樓。今次呢份報告咧係屬於呢個即係附屬嘅報告，另立一份新嘅報告，就專講呢個民航處空管系統嘅醜聞。嗱，而家咧你又話要起3炮，係咪？但係所謂航空樞紐咧，就真係危乎，係嘛？危機湧現啊！呢個航空系統
啲危機湧現在咩咧？就係你個空管系統到今日為止，係咪都冇辦法去完成呢個新嘅空管系統。咁你跟住又話要起三跑，即係我哋就覺得從常識嘅角度嚟睇，咁你呢個三跑起嚟有咩用咧？係咪？因為你個空管系統都未搞得掂，係咪？所以我哋睇翻呢一個林鄭月娥嗰個對民航處新總部報告嗰個覆文咧，就話政府重視報告發現嘅問題同埋提出改善嘅建議。咁民航處、建築署加強內部管理，吸取經驗和教訓。呢個係冇意思嘅，因為如果你建築署下次再做呢啲嘢嘅時候，喂，你去包庇民航處，包庇其他政府部門，係嘛？越過呢個產審處，係嘛？喂，呢一個基本上就係違反咗規定嘅，係嘛？咁但係你而家話再改善檢討，即係呢個，然後冇去對呢啲失職嘅官員有任何嘅懲罰嘅話咧，基本上即係大家都唔會收貨嘅，係嘛？嗱，講到啲航空即係樞紐危乎咧，大家都知道最近咧呢個國泰嘅工潮咧又出現啦，係嘛？其實國泰航空公司咧，隔一段時間咧就會出現呢個工潮嘅。咁啊原因就好簡單嘅啫，勞資雙方就嗰個即係呢個空服員又好其他嗰啲國泰航空公司即係勞方對呢個薪酬嘅調整表示不滿嘅時候咧，咁你就好容易會即係爆發工潮噶啦，係嘛？因為呢個國泰嘅工潮，佢又有工會，咁自然特別係以前發生過嘅啲機師係外籍嘅多，話佢哋嗰啲大佢可以即係結合啲外國勢力可以對你呢個管方或者資方咧，即係有談判嘅籌碼，但係啲空服員咧就屬於弱勢嘅，係咪？所以個空服工會主席咧，即係今次咧就企得好硬除咗進行呢個48小時嘅所謂靜坐咧，喺呢個機場嘅大樓另外咧就要包圍呢個國泰城國泰航空城國泰早前就宣布咧，即係要加薪4.5%咁但係員工就話佢哋搞小動作咁因為嗰個福利咧係明增實減包括同工有不同酬，又取消員工嘅法律援助削減出勤津貼等等，係嘛？咁呢個就係工潮嘅導火線咁如果個工潮不斷升級到最後咧，即係而家工會就話好可能咧會喺8月咧就罷工嘅咁。嗱當然啦，作為即係市民或者使用呢個航空即係公司嘅即係嗰啲朋友或者外地嚟嘅旅客係嘛？咁佢哋咧就自然會受到呢啲工潮嘅影響啦，係咪？特別係暑假，好多人咧安排出遊嘅。咁大家都知道國泰係香港為基地嘅航空公司，係嘛？佢班次係非常之頻密嘅，飛往全世界各地，係嘛？佢亦都係世界有數嘅呢一個即係民航，係嘛？發生大型嘅工潮嘅話咧，不但只係對本地出門嘅旅客構成影響，對於外地嚟香港嘅即係旅客咧都係構成影響嘅。咁而家個旅遊業咧出現咁嘅情況，咁國泰嘅工潮就會令到呢個旅遊業咧係雪上加霜。嗱，講到呢度，政府係扮演咩角色咧？勞工處就會話俾你聽我哋好關注呢一個國泰嘅工潮，係嘛？我哋會密切注意呢一個發展嗱，唔係淨係咁嘅喎。如果你作為呢個勞工處，咁你究竟係企喺資方嗰邊咧，定係企喺勞方呢邊先？勞工處咪講明係咁，好多時政府嘅立場咧，佢就話我哋中立嘅，但實際上咧，多數都係企喺資方嗰邊比較多嘅，咁所以佢哋一介入調停咧，就唔方好嘢嘅，好多時，除非個工潮去到不可收拾，係嘛，影響香港嘅旅遊事業或者經濟嘅時候，咁政府出手啦。如果即係工會嘅力量夠大嘅，係嘛，佢罷工有影響力嘅話，咁你咪跪咯。如果佢嗰個罷工只係一個談判嘅籌碼，你稍為即係接受佢哋1、2個訴求，咁佢就收工嘅話咧，咁就好容易解決㗎喎。過去呢啲例子非常之多，係嘛？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話，頭先我哋提到，而家香港即係呢個航空交通運輸即係特別係稱為呢個所謂航空樞紐嘅香港機場，係嘛？出
出現咗第一就係呢一個民航處嘅醜聞，特別係個空管系統到而家都未搞得掂，係咪？跟住而家又話要起1400億嘅三跑，係咪？咁另外咧，國泰又出現呢個工潮，咁幾樣嘢加埋，咁啊航空樞紐就危乎，危機湧現。但係講到尾個原因喺邊度咧？係咪？4個字叫做人謀不臧，係咪？即係都係人所造成嘅，都係人為嘅因素嘅，係咪？航空系統出事，咁啊民航處啦，民航處長啦，係咪？仲有監管佢嘅運防局啦，係咪？仲有呢個即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林鄭月娥啦，係咪？全部都有責任嘅，呢啲叫人謀不臧，係咪？好啦，到呢個國泰嘅工潮，咪又係同人有關，係咪？你嗰個管理階層係咪？而家嗰個叫諸葛亮，喂，你究竟做咗啲咩嘢咧？係咪？當然佢都係打工嘅，不過咧佢就企喺資方嗰個立場，因為佢係管方，係咪？咁佢係同呢個即係啲工會啊，大家希望可以有得談判，係嘛？佢出席呢個股東周年大會嘅時候咧，就話回應呢個員工嘅指控啊，咁就話成件事咧係個誤會嚟嘅啊，否認呢個同工不同酬，咁啊又指呢個員工做滿3年咧就會重新釐定合約，咁啊公司就會按市場嚟調整呢個薪津啊，保持呢個競爭力。咁但係工會咧就反駁佢啊，認為佢嘅講法咧，即係呢個國泰空服員工會嘅主席黎玉嬋咧就話：喂，佢呢一個解釋咧係錯嘅啊，亦都唔承認呢個係誤會，係嘛？並且係批評咧呢個管方咧同員工溝通不足，係嘛？呢件事唔係用誤會、純屬誤會4個字咧就可以即係解釋嘅。咁你作為一個行政總裁，係管方最大嗰個，係咪？哇！面對而家咁嘅工潮，你都夠膽用4個字純屬誤會，咁純屬誤會就好易解決㗎咯喎。所以航空樞紐危機湧現，就皆因人謀不臧。